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5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，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，16节到20节，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第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顺服圣灵。耶稣基督升天以后，求父上帝差遣了圣灵保惠师，那完成了三一上帝临在世上的这个步骤。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是赐下平安，成为世人的保守，并且提醒世人所有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让人去遵行。既然是要让人记得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让人来遵行，人们就应当要顺服了。以赛亚先知他受呼召，其实也是要让以色列人记得上帝的诫命、上帝的律例，来遵行、来顺服的。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到第4节，16节到20节，经文这样说道：在乌西雅、约坦、亚哈斯和西西家当犹大王的时候，上帝向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启示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事。本书所记载的就是以赛亚所领受的信息，标题是上帝谴责他的子民。上主说：天啊，地啊，都来听，你们的上主这样宣布：我亲自抚养带大的孩子竟然背叛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知道主人喂他们的槽，我的子民以色列却不认识我，我的子民什么都不明白。这作恶犯罪的国家，这邪恶败坏的人民，你们要遭殃了。你们弃绝了上主，藐视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你们竟然背离了他。16节，你们要把自己洗干净，不要再让我看见你们犯罪，要立刻的停止一切的罪行。你们要学习公道，伸张正义，帮助受压迫的，保障孤儿，为寡妇辩护。上主说：来吧，我们来理论。虽然你们的罪污朱红，我却要使你们像雪一样的洁白；虽然你们的罪污深红，我却要使你们跟羊毛一样的白。如果你们顺服我，就能吃地上美好的产物；如果你们拒绝我，背叛我，就要上升刀下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同样的，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也更明白的指出，基督徒应当要过一个顺服圣灵的生活。他在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第8节这样说道：意向于圣灵的生活。如今那些活在基督耶稣生命里的人不被定罪，因为圣灵的法则就是那使我们跟基督耶稣联合而得生命的，已经从罪和死的法则下把我们释放出来。摩西的法律因人性的软弱而不能成就的，上帝却亲自成就了。
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，使他有了跟我们人相同的罪性，为要宣判人性里面的罪，把罪除去。上帝这样做是要使法律的正当要求实现在我们这些不服从本性，只服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服从本性的人意向于本性的事，顺服圣灵的人意向于圣灵的事。意向于本性就是死，意向于圣灵就有生命与平安。所以意向于本性的人就是跟上帝为敌，因为他不顺服上帝的法则，事实上他也不能顺服。服从本性的人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欢。我们知道这是圣灵保惠师的工作，也是基督徒所应当遵从顺服的。诗篇29篇，上帝在风暴中的声音。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歌颂上帝，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，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，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。上主的声音传遍海洋，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响，他的声音遍响大洋。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，上主的声音满有威严。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，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。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跳跃，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。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，他的声音震撼旷野，他摇动了加底斯的荒漠。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，使树木的叶子脱落。在他圣殿里人人欢呼，愿荣耀归于上帝。上主管理洪水，他永远作王统治。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，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。感谢主赏赐我们圣灵，求主帮助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，遵守主耶稣基督的诫命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